师父哈，我有一张用台语跟您讲好吗？各位哈，你看师父写这一张啊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要知道。各位，人生遭遇不相同，每一个人的作物都无同款。有的运道真开通，有的贵人真明显，有的真暗淡，出事歹家庭，有的身健康，有的呢开卡破相。各位，真济人当着是大人是贵人啊，来报恩呢，是大人真疼惜你；有的人呢是大人甲欺负糟蹋，对这个囡仔真藐视，看伊无目的。有当时啊，咱做代志会当着好人啊，有的是当着一大堆的歹朋友在做。各位，人生的作物拢无相像，人生的遭遇不相同。风雨过后出彩虹啊！咱风雨若过去了，彩虹就会出现。各位，咱呐吞忍一下，忍耐一下，度过这个困境，自然就好将来。这个风雨就是给你打击、给你刺激，还是对着困境、逆境。各位，这所有的一切过了以后，它一定出彩虹。世事无争能包容啊！代志莫去讲争夺，莫去讲竞争，你会当包容，心性爱宽，度量爱大，修养爱有够。各位，你会当包容别人，别人就包容你。心性柔和意无穷啊！你的心性本性爱柔软，爱和蔼可亲。你的利益对你来讲无穷无尽。一个人若无受气，身体一定会空间，一定臃肿，一定添福添寿。动不动就受气、懊恼、计较、发脾气，怒火冲天呐！代志未和谐，代志阁办未顺遂，大家对你印象阁歹。各位，你看看，咱都无必要做这个戆头路，各位。对不对？你看好不好听？很重要，各位，人生遭遇不相同，风雨过后出彩虹，世事无争能包容啊，心性柔和意无穷。这一段很简单的话，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你们报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